我也在碎散，可惜拢无机会牵，因为我无人照，嘛无想要出门。今仔的无心无志后，自从伊离开了后，我一直不在等你，甲这是新的恋情，孤单一个人，也无想要出门。我会等待敢有结果，家己嘛无信心。但是我若是放弃，如果伊回来，我要怎样处理？怎样处理？每天伫厝有魂无体，脑海中我其实嘛有在期待，啥人袂陪我呢？我想要出去行行的人，你要陪我无？陪我陪我无？打开衫拄啊，我遐做碎衫，可惜拢无机会穿，因为我无人照，嘛无想要出门。今仔的无心无志后，自从伊离开了后，我一直不在等你，甲这是新的恋情，孤单一个人，嘛无想要出门。我会等待敢有结果，家己嘛无信心。但是我若是放弃，如果伊回来，我要怎样处理？怎样处理？每天伫厝有魂无体，脑海中我其实嘛有在期待，啥人袂陪我呢？我想要出去行行的人，你要陪我无？你要陪我无？陪我。规天伫厝有魂无体，脑海中我其实，但是我若是放弃，如果伊回来，我要怎样处理？规天伫厝有魂无体，脑海中我其实嘛有在期待，啥人袂陪我呢？我想要出去行行的人，你会陪我无？你会陪我无？你陪我？